使徒行传第18章。历史以后，保罗离开雅典，来到哥林多。他在教会遇到一个在本都出世的犹太人，名按到阿基拉，同家母娘百基拉。最近针对意大利来，因为皇帝克罗提命令所有犹太人离开罗马，保罗就去看基督，他留下来同基督共下做事。因为保罗是靠自造帐篷生活的，老基督是同业。每个安息日，保罗就去会堂，老人辩论，看犹太人老希腊人信主。希拉老提摩太对马其顿来到的时，保罗就用全部的时间传道，对犹太人见证耶稣是基督。总是基督反对他，诽谤他的事，他就拍脱3等高的奶粉。对基督讲：你哋那係咩忙？老愛無關殺，你哋自家去負責。從今以後，我會去外邦人嘅位。保羅就離開基督，去喺在一個敬畏上帝、名按到提多猶士都嘅人屋下。佢屋下在會堂隔壁，會堂嘅主幹基里斯布老佢全家人信了主，還有千多哥林多人聽到福音後也信。並接受洗禮。由於暗部，保羅得到一個異象，主在異象中對佢講：唔是講，做義講，唔好點點，有我老你同在，無人能害你，因為在了上度，我還有千多嘅子民。保羅就在教會係1年半，用上帝嘅道教基督。當加流接任做亞該亞總督嘅時，猶太人聯合起來攻擊保羅，來佢上法院，告佢講：兩個人教唆騙人用無合法嘅方式敬拜上帝。保羅正想愛開口，加流就對猶太人講：那係一切冤枉，也係犯法嘅事。你倆都猶太人啊，我當然愛耐心聽你哋。既然所爭論嘅係有關勇士名目，老你哋嘅法律，愛看事呢，你哋自家去解決，我唔愛審判了種嘅事。佢就將基督叫出法院，眾人就求定會堂嘅主幹所提尼，在法院前打佢。兩個事加流也唔幹。保羅在哥林多同信徒又共下係好多日嘅，然後真離開基督。同百基拉、老阿基拉共下坐船向敘利亞去。出發以前，佢在堅決裏將頭那麼剪脫，因為其實虛念。到以弗所，保羅就將百基拉、老阿基拉留在教會，佢自家入去會堂，留猶太人辯論，大家請佢留下來吃假幾日，總係保羅唔肯。離別嘅時，佢老基督講：那係上帝嘅意思，我會多轉來你哋兩位。所以保羅又坐船離開以弗所。保羅一到凱撒利亞，就上耶路撒冷去，留教會請安，然後去安提亞，在教會喺一長時間才離開。佢行遍加拉太留弗里加，達所在堅固信徒嘅信心。有一個猶太人名按到阿波羅，來到以弗所。佢在亞歷山大出世，係一個有學問嘅人，對聖經有非常深嘅了解。有關主嘅道，佢實受相當多嘅訓練。佢親熱心，常常教人關係耶穌嘅事，講到親詳細。總係佢單槍地約翰嘅洗禮聽聽，佢開始去會堂好膽講道。百基拉、老阿基拉聽到，就請佢去基督屋下。將上帝嘅道更加正確來講解本基堂。後來阿波羅決定愛去亞該亞，以弗所嘅兄弟姊妹就鼓勵佢，又寫信嚟本亞該亞嘅信徒，請基督接待佢。佢去到教會，對基督蒙恩信主嘅人幫助親態。佢常常在公開嘅辯論中，親有能力來駁倒猶太人，根據聖經證明耶穌係基督。